當我哋提到致命疾病嘅時候咧，大家腦海入邊咧即刻浮現嘅可能就係癌症啊同埋心臟病咁樣啦。嗱，呢一啲病咧都係先進國家咧常見嘅一種疾病嚟噶。咁但係有一種病咧好多人都忽略咗噶，佢嘅致命性咧同樣咁高喎。同一種病咧好多人都會覺得佢唔係絕症啦，但係其實都幾普遍嘅，因為我哋身邊咧總會有一兩個咁樣嘅長者咧有咁嘅情況嘅喎。嗱，用簡單呢個語言嚟講咧，呢種病咧就叫做唔記得嘢，醫學上咧就叫做失智症。更加精準、更加收窄咁講咧，就叫做 AD 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同埋癌症、心臟病係並列為先進國家嘅三大絕症。大家可能會問啦，乜失智症咧會致命嘅咩？原來係真係會㗎，就算有醫療介入都好咧，其實失智症嘅患者或者阿茲海默症嘅患者咧，平均嘅存活年期都係得返6至8年嘅啫。而且有部分咧極端嘅個案咧，係患上咗阿茲海默症之後咧，幾個月就會死亡㗎喎。所以咧，大家如果發現咧最近自己咧好似唔記得嘢咁樣啊，而你覺得個情況唔係好對勁嘅，因為咧你唔記得嗰啲咧唔係咩好精細嘅數據，而係咧可能行出街嘅時間發現，咦，我今日出嚟做乜㗎？或者咧係對住屋企嘅小狗咧，你望咗佢好耐，竟然嗌唔出佢個名喎。呢個咧要留意下，可能係阿茲海默症嘅早期症狀啦。失智症咧其實係一個咧比較廣泛嘅概念嚟㗎，佢代表咗咧因為認知功能喪失而影響咗一個人嘅思考、情緒同埋人際關係嘅腦部疾病。呢種疾病嘅成因有好多㗎，譬如話酒精中毒啊、低血糖導致嘅暫時性認知功能下降，或者係意外造成嘅長期腦損傷等等。因為呢一啲嘅病徵咧都同腦部嘅血管損傷相關啊，咁所以呢一類嘅失智症咧又被稱為血管型失智症，佔咗總病例嘅1/3。而佢哋咧都係比較容易揾到成因咧嘅腦部疾病嚟㗎。咁但係咧，另外嘅2/3咧嘅失智症咧就比較複雜啦，佢都係歸類為咧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咧，而家醫學嘅定義咧係由不明嘅原因咧所導致嘅大腦功能嘅障礙同埋腦部嘅損傷。阿茲海默症咧亦都被廣泛咧視為一種絕症啊，因為今時今日嘅醫學咧係未有有效嘅治療方案嘅，亦都冇任何嘅藥物可以好精準咁咧對治呢個阿茲海默症嘅病情嘅。非常之恐怖嘅係咧，阿茲海默症嘅患者由確診咧直到死亡咧，可能係唔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啫。而死亡嘅原因咧並不是由呢一個疾病咧本身所造成嘅，而係呢啲病人咧慢慢生活咧變得不能自理所致。譬如話咧，佢哋控制唔到情緒啦，佢哋失去咗生活嘅動機啦，冇辦法自理基本嘅日常生活，去到後期嗰啲咧，連翻身都做唔到㗎。最終咧，佢哋會因為咧一切行動能力嘅退化，甚至係冇辦法自行呼吸同埋進食，最終咧導致感染或者營養不良而死亡。對於照顧阿茲海默症病患嘅照顧者嚟講咧，同樣係一個災難嚟㗎，因為你要照顧一個咧失去自理能力嘅人咧係非常之辛苦，加上咧係病人咧失去咗腦部嘅功能啊嘛，佢面對你嘅照顧咧，甚至係唔會同你講一聲多謝㗎，所以咧對於照顧者嚟講咧係有好大嘅挫敗感嘅，亦都有唔少嘅個案咧，啲照顧者因此而患上抑鬱症㗎。